簡易版，滿天星後台管理系統，節目製作。點入單元，節目。新增版面。節目名稱。選擇設計版面16:9橫屏。確認。新增版面。圖片。選擇圖片。選擇圖片。調整圖片尺寸。調整圖片尺寸。新加一張貼圖。新加一張貼圖。調整好圖片尺寸，再移動到適當的位置。新追加一張貼圖滿屏。同樣的操作方法。選好第3張圖後按確認。選好第3張圖片後按保存。審核時間需時120秒。發布。發布。揀選設備，可選多台設備同時發布。下一步。發布模式。選擇追加或替換模式。發布。簡易版，滿天星後台管理系統，節目製作。後勤支援服務電話：91808452。